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啊，你大，痴心做苦伴，只要你做伴。阮已经对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我若是有啥物做唔对的所在，你嘛爱花一个改过的机会。拄则阿大仔咧讲，咱若是无紧结婚，伊特别每个月加1000块的餐租，加到咱结婚为止。上好是每个月加到10万块，你是安怎去做野餐？你讲这句话上过无情啦！我安尼讲有啥物唔对是？是安怎你敢这样做？我无法度了解咧。只要你妈若讨厌我，我妈哪怪你？那这样做讲这个有啥物路用？我应该答应接受伊小姐的帮助。你当然有权利决定你家己要安怎做。如果我对你真失望，你唔敢面对问题，唔敢面对我，更加唔敢面对你家己。你家己好好想看嘛，我讲的是对还是唔对？踅来踅去，到尾你踅当踅去倒？刁民，敢讲你一定安尼刺激我是无？我只是爱你面对现实。嘉玲，过去代志就会过去，将来你还阁真正落爱去。互伊过去，我嘛足希望会当赶紧过去。要不过我感觉，全世界人拢是找阮人。即马我阁唔知影我家己伫倒位。
其实无来，可以直爱着你。这件代志你交互总部科去办就会使啊。是，无副总是嘞，我袂记甲你讲啦。不要紧，你都无用。是。大家拢遐尼济代志爱无用啊。是啊。想袂到你会来看我，看我一个互你真失望的人。还袂绝望嘞。是安怎？我面生条啊哦。无。我是专门要甲你讲，陈建芬答应要来基金会做简单的报告。你毋是真反对这件代志？免来个啦，有人批评你，讲你娇生惯养，这可能是你的缺点。也毋过若要讲这是你的优点，嘛毋是无用一啊。就亲像玫瑰花，伊真水，真芳，也毋过伊有刺，会插人。是讲无一定就是因为伊有刺，毋才有遐侪人会爱。而且会当肯定的是，伊无毒。你是安怎到这当阵，还阁无法度甲代志看清楚咧？只要你妈来讨厌我，阮爸爸若怪你。这摆阁讲这样有啥物路用呢？我已经决定接受于小姐的帮助，我已经决定接受于小姐的帮助，我已经决定接受于小姐的帮助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天涯。姐姐，毋免啦，这就无想要走啊。调兵，真久无这样轻松啊。较早困的，明仔载还有真个代志要处理。哪能啊？啊，你若这样才倒转来啦，走倒位啦？是啊，你来这话，无啊，我出去行行咧。你倒去行，咱行到这话，哦，下晡去石门水库食活鱼，了后搁去阳明山看夜景。了后我即摆真忝，我想要休困，爸妈晚安。哎，那，你感觉咱这查某囝吼，啊怪怪吼？嘿，啊厝下晡吼，甲调玲做伙，啊甲这晚才倒转来。你莫甲想遐多啦，查某囝大汉啊，甲什么人斗阵，只要伊会快乐，啊咱就好啊，敢毋是？莫想遐多代啦，那来休困吼，奇怪，怎无人呢？阿七，阿七，啊啥嘞？啊？你满意呀？
你快离开这！喂，小姐，我想我要去台湾，要唔过吼，我袂使走，因为吼我要去找家里。你上好莫去叫伊哦。李天灵啊，你甲我听好清楚，我是吼不管用什么手段，我一定要得到家里。你赞。好。你对对，你搞落来啊！你别你特别走啦！你后头摆那起来，你要找死哦！你回落来嘛！啊！你要当弄啦！啊无，我有你弄啦！先生啊，无麻烦你坐别台，安尼我无法度做生意啦。哦，是的啦。阿弟啊，我人过来，你先放过啦。歹势哦。你即摆咧创啥你啊？哈！我要离开这。啥？你要离开这用啥？用头酸的啊？真是的。你即摆啊，讲一句实个地使哦，到我做来找结婚，走，走！现在一定要安尼啦。我讲，你也是查甫囝吼，你要走哦，今日就甲交代清楚。已经有够清楚啊啦。敢讲我甲问伊一摆，伊是毋是欠嫁我？对。我来讲啦，准到你再甲问一遍，你会结底吧哟？佮互相伤害一摆哟。阿弟，你的好意我知啦，佮请你体谅我的苦衷。好啊，别讲啊，我袂去体谅你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以前你甲阿芬啊吼，开始伤害了吼，我就足怨恨啊啦。是小人甲讲了后哦，我才知讲哦，你是真正用性命咧伤害啦。我即马吼。较早你讲哦，什么叫做感情啊？啊，即摆咧，合你这个问一遍，你都无爱，啊，你感觉你用性命真正爱阿有了哟？我啥？拢要讲啊，拢要讲啊！凊彩你安怎讲啦？请你好好照顾阿芬。你这里，你个，不是你甲讲什么话？你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！别讲啦，免你讲啊，我也好啊照顾阿芬啦，啊，拄则你甲讲迄种无负责任的话，哈，你，好了，啊，我骂你时你无要回手哈，你回啊，你回啊，我无理由回手，你。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大家一起来做个来匆匆，去匆匆，别做懒惰虫。阿文啊，阿文啊，阿文走啊！我以前是人嘞。我甲伊拍。什么？你甲伊拍？是啊，我去着甲伊拍，伊无背手，我就走啊。连夜走。我本来继续要再甲拍，我一看伊哦，目睭干目屎滴的，我怎啊拍袂落去？其实是真心咧伤害。唉，小凡，这个世界上啊，真正咧伤害的人，现在咱拢无结果。安怎？你是跟我讲无要来？我若今日无要来，我就直接去接你。
但政府已经来。我拄则伫咧路，搁伫咧想，伊敢会临时变卦？好啊，莫互大家见。来，关于迄天，第一天我所讲遐话，我搁甲你回一解释咧。是毋是感觉你多比早？毋是，我感觉你骂了真对。我开始照顾阿吉来迄一天开始，我就知影无法度停止，关心也失去爸母，也是家庭无健全，无法度享受到家庭的幸福，甲快乐的囡仔。我希望我会当帮助伊，等伊大汉了后，在社会上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阮妈妈是一个，听讲单位有困难，伊就想办法去甲伊帮助。也毋过，伊这个人已经过身去啊。伊留迄间小木屋互我，就是希望讲我会当利用迄间厝来照顾遐需要照顾的囡仔，尽量来互因家庭的温暖。迄就是思念阮妈妈上好的方式。我真感谢在座各位，而且我上感谢的就是社会长、甲区级乡长。上感谢就是咱这个基金会余董事长，我真正感谢你。余董事长不但无甲我迄间小木屋甲收倒转去，而且佫表示伊要支持的心意。伊这种爱心，甲伊这种做法，使我真正感动。陈小姐，请你先坐。拄则陈小姐对我遮尔恶劣，我都伫咧想，伊敢是伫咧讽刺我咧？无毋对，我有答应陈小姐支持伊生理教养院的代志，也毋过，迄个时阵我心肝内所想的是另外一件代志。我相信陈小姐早就知影我会安尼做的无对，连刁民心肝内我真清楚。